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赐稳定的主，你就是听阮的主。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阮，成做你的百姓，互阮无受到沉沦。主啊，互阮的性命因为你丰盛。主啊，感谢你，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，因为祈祷是你赏赐互阮上水的礼物。主，阮要轻调伫你的面前，常常向你祈祷，常常向你来学乐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用感谢的祭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主帮助阮，会当专心来祈祷，专心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将下面阮今仔日两顿的敬拜，拢交托伫你的手。愿咱的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无罪名来求。阿门。咱来吟这首诗歌，歌心充满感谢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的名听他。听我写俾我所有想你，我心内充满感谢，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的名听他。我所有想的你，有上帝我奉献，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受死，你引我到至心，要有路进那天，来扶助来测验，有主就照顾我，小小的困求，我日子家己，我虽然不禁止，我要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基督，就接受我奉献。伫诗篇51篇第10节17甲17节讲：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上帝所爱的祭是忧伤的祭，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看轻。咱这个时阵，咱阿头为着咱的罪来认罪，伫咱这礼拜中间也是咱的生活中间。求主光照咱，咱若得失人，也是咱讲话无欢喜，互主无欢喜，咱拢向主来认罪。是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敬阮的罪，愿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心思意念完全互主你来掌管。主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引带阮的主，阮的微小的人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帮助阮，改变阮的心思，互阮思想。感恩节的时阵，咱要向上帝来感谢什么？咱捌思考过无？咱要甲上帝来感谢什么？有时咱会讲，这一切努力拢是我家己来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伊讲，伊还袂要信耶稣，伊感觉讲，我所有努力拢是我家己来，开是上帝帮助的。所以咱也无去回顾上帝稳定的时阵，咱会感觉是家己的熬。其实咱慢慢去数算，你去想，伫感恩节的时阵，咱去一摆去想，上帝伫咱的生命中，其实有足侪作为，有足侪帮助，有足侪稳定。
所以咱爱常常献上感恩的祭，常常甲上帝感谢。我会记得以前我囡仔时阵，有一个老姊妹，伊若跋倒的时阵，就讲感谢主。我细汉的时阵想讲，跋倒也要感谢主，足奇怪。尾仔我大汉的时阵，我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凡事感恩就是安尼。因为伊讲跋倒，伊无受伤，所以就是感谢主。咱看圣经内面有两段下面，好来，咱的圣经对第4篇，那会当咱做伙来读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；囡仔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乐伊的性命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毋通袂得伊一切的恩惠。第2段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感谢是上帝予咱的旨意，所以咱要常常感谢。所以这是邀请咱每一个人来思考上帝伫这年内面所有的作为。甲对咱的恩典，咱做伙来献上感谢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是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有的作为。你是慈悲疼痛阮的主，感谢你的引带伫阮工作、阮的家庭、阮的经济每一个方面来帮助阮。主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感谢，献上感谢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。哦，上帝，我奉献。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受死，你引我到伊时。敬拜伊，感谢主，互咱明白伊；感谢主，互咱有家庭；感谢主，互咱有兄弟姊妹；感谢主，互咱会当成做伊的百姓；感谢主，你会当有工课；感谢主，你有健康的身体；感谢主，你会当服侍伊。接着，咱要来为边听中的兄弟来祈祷，为教会中大业的兄弟姊妹家庭来祈祷，嘛为着教会内面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来祈祷。特别咱互相为着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祝福，咱做伙开喙为这3项来祈祷。是这样说，我要将教会边听中的兄弟姊妹，搁一摆拥抱着你的手，恳求你保守因，看顾因，互因伫边听中会当得到主你的看顾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伫边听中的暖流，主你拢知影，恳求你使到伊伫个来伊伫阮教会内面看边听的兄弟姊妹，主啊，特别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面对的困难，就主耶稣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主，主啊，谢兄弟姊妹伫边听中，因需要你。主啊，相信你听见因祈祷的声音。主啊，因祈祷的声音你拢接纳。主啊，虽然边听中有软弱、失去信心、失去盼望，但是主啊，恳求你的恩典甲因三角之地，常常扶持因，包括因陪伴厝内面的人。主你赐了快乐，赐了信心，赐了盼望，互因在陪伴的时阵，因为倚靠主得到能力，得到稳定。主啊，为着阮教会内面一
需要伫经济顶面，也是家庭有任何的需要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。愿是阮的主，你的平安，甲因每一个家庭三角之地，互因有欠缺的时阵，丰盛的主，你来供应因。特别伫大业的兄弟姊妹，你嘛来赐福因，互因有一个好的工课，互因伫生活中无欠缺。主啊，我嘛为着阮每一个家庭，诚做丰盛认捌你的家庭献上祈祷。特别遐毋捌你的囝儿逝世，主啊，愿你将遐捌你的目睭拍开，捌你的心门拍开，互因会当来认捌你，诚做因一生的祝福。主啊，愿你祝福阮富强教会所有的家庭，所有的家庭拢要互主你兴起，所有的家庭拢要诚做一个认捌你、军队你脚步的家庭。愿将每一个家庭交托伫你的手，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免。所接要为着传福音来祈祷，咱为着12月15受洗兄弟姊妹甲 Best 来祷告，为着求主来坚定因的心，嘛为着咱富强教会当诚做传福音的教会来祈祷，特别也为着咱台湾的百姓会当认捌真神。求主来掌权破除偶像崇拜的迷失，祝福咱台湾的百姓会当来认捌福音。咱做伙开嘴为这三项来祈祷。你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，感谢你竞选阮会当遮敬拜你。当阮领受这福气的时阵，主阮搁较爱阮台湾的百姓，甚至阮身躯边的厝内面的人，拢来认捌你。主啊，阮愿你掌权伫台湾这个土地，侪人毋捌你，还佫伫咧崇拜因所崇拜的。主啊，帮助因会当来拍开心门来认捌你。互因的耳孔会当听到你的福音，互因会当紧紧来跟对你，因为跟对你要成做因的福气，跟对你要成做因的恩典。主啊，愿你来帮助互台湾的百姓会当离开遐毋对的崇拜，互因会当认捌真理，也帮助阮富强教会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有传福音的心志，互阮愿意来为主来做工。为主来传福音，将你的福音传遍所有的所在，互伫阮身躯边的人，因为阮来认捌你。主啊，祝福阮的性命，互阮的性命活出主你的香味，因为阮来得到较侪灵魂。愿将阮所有少年伫阮心内的兄弟姊妹，也还未信你的人献上祈祷，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。阿免。所接咱要来为着今仔日2堂的礼拜来献上祈祷，咱为着咱的牧师来祈祷，为着咱的兄弟有敬虔领受的心，为着咱各团队的服侍，求圣神来充满咱，来保守咱，互咱每一个服侍真正诚做主所欢喜的服侍，咱做伙开嘴来祈祷。奉你的名来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，拢有圣神你的同在，主你的圣神的引带伫内面。愿你祝福阮的牧师、谢牧师，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，会当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有新
的认捌，对上帝你的真理有新的认捌。主你是大君王，恳求你掌权伫阮的礼拜内面，甲阮的会友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安静心来领受主你的教导。主啊，愿你也帮助阮每一个团队的服侍，拢会当合一，互阮谦卑来服侍每一个阮所爱服侍的。主，阮要将阮今仔日的服侍仰望伫你的手，将阮每一个人仰望伫你的手，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座位，愿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，咱请起立，咱做伙过来唱这首歌。我心命甲灵魂，我一生。
耀咱的主，刷照咱的人心。